唔知大家呢排有冇留意到，喺香港揸車或者行街真係要打醒12分精神，唔係講笑。而家隨時喺街上面都會遇到啲令你黑人問號嘅場面。你試諗下，你如常咁喺條路上面行緊，突然之間前面有一架掛住中港牌嘅私家車，完全無視交通規則，竟然逆線衝過嚟。最離譜嘅係，佢撞嗰架唔係普通私家車，而係一架警車。呢件事喺網上面瘋傳。大家除咗睇到眼攤之外，更多嘅係一種莫名嘅憤怒同擔憂。到底係導航出事，定係揸車嗰個人嘅習慣根本改唔到？講到憤怒，呢排最令老人家同埋一班基層市民把幾火嘅，肯定就係講咗好耐嘅2蚊優惠改制問題。政府話財政預算案赤字好犀利，要諗計仔節流，結果就揾咗呢個深受歡迎嘅長者福利嚟開刀。一話要改，即刻惹起全城公憤，大家心入面都有一團火。點解政府搞咁多大工程唔見話慳錢，偏偏要喺老人家嗰幾蚊交通費上面斤斤計較？應唔應該延遲改制，定係根本就唔應該喐呢份福利？今日我哋就由呢架逆線撞贏警車嘅中港車講起，再深入拆解下呢場2蚊優惠嘅風波。首先我哋睇返嗰單中港車撞警車嘅奇案。呢件事發生喺最近，地點就喺大家非常熟悉嘅市區。當時條路明明係單程路，或者係有清楚嘅雙白線分隔，但呢架中港兩地牌嘅私家車好似入咗無人之境咁，完全逆線行駛。最令人噴飯嘅係，對面線行過嚟嗰架，正正就係執行緊職務嘅警車。兩架車就咁硬生生咁撞埋一齊。當時嗰個畫面真係比電影情節仲要荒謬。好多網民睇完片之後就問，究竟呢啲司機係點樣攞到車牌嘅？係咪因為平時喺內地揸開咗太車，習慣咗靠右行，嚟到香港一時間轉唔到個腦，所以先會逆線？呢個解釋聽落好似好合理，但其實細心諗下，如果你係一個負責任嘅司機，去到一個交通規則唔同嘅地方，唔係應該更加小心咩？而且香港嘅路牌已經做得好足，如果咁都睇唔到，到底係習慣問題定係態度問題？仲有一個講法，話係導航出事。大家知啦，而家好多司機都係依賴手機地圖或者車載導航。有啲內地流行嘅導航 App， 可能喺香港嘅地圖數據更新得唔夠快，或者喺啲複雜嘅交匯處，單程路指示得唔清楚，結果就帶咗個司機誤入歧途。但問題係，導航只係輔助，你對眼係用嚟睇路㗎嘛？見到前面啲車都係迎面而嚟，或者路面箭嘴係指向另一個方向，正常人都會停低啦。所以呢件事折射出嚟嘅，其實係北車南下之後，兩地駕駛文化同習慣嘅劇烈碰撞。呢種碰撞唔單止係路面上嘅車禍，更多係心理上嘅不安。自從港車北上同埋更多中港牌車輛喺市區出現之後，大家對於道路安全嘅擔憂係直線上升。香港條路已經夠窄夠多車，如果再加埋一啲唔熟路甚至唔守規矩嘅駕駛者，後果真係不堪設想。呢單撞警車事件可以話係一個警號，話俾政府聽，如果唔加強對跨境駕駛者嘅配套教育或者嚴格執法，呢類意外只會接踵而嚟。講完路面上嘅混亂，我哋轉個頭睇下另一個涉及民生、更令市民心火起嘅議題——2蚊優惠改制。呢件事涉及嘅人數仲多，影響仲深遠。2蚊交通優惠正式個名叫長者及合資格殘疾人士公共交通票價優惠計劃，由當年2012年開始推行，最初係由65歲開始，後來2022年起仲擴展到60歲至64歲嘅樂悠咭持有人。呢個政策一直被視為政府少有嘅德政，因為佢真係鼓勵到老人家出街行下、去飲茶、見孫、做義工，對長者嘅心理健康有好大幫助。但係由2024年、2025年開始，政府就不斷放風，話呢份財政負擔太大。根據數據，2023至2024年度，政府喺呢方面嘅開支已經去到幾十億港幣。啲高官同部分所謂嘅專家就出嚟話，隨着人口老化，如果唔改制，未來10幾年開支會變到天文數字，政府負擔唔起。
於是各種改制建議就出晒嚟，有人話要將門檻由60歲改返做65歲，有人話唔好2蚊，改為2折或者3折，有人甚至話要每日設上限，或者限制繁忙時段唔准用。呢啲消息一出，真係捅咗個馬蜂窩。對於一班啱啱攞到樂悠咭，即係60至64歲嗰班新長者嚟講，佢哋覺得自己好似被玩弄咁。當年話俾我，而家又要收返，或者要收貴啲。呢班人好多仲係社會嘅勞動力，或者係幫手湊孫嘅主力，佢哋對交通費嘅敏感度好高。對佢哋嚟講，呢2蚊優惠唔單止係錢嘅問題，而係一種尊重同社會契約。點解會惹起公憤？最主要原因係大家睇到政府喺其他地方大灑金錢。你話財赤，但係嗰啲明日大嶼、北部都會區，一喐就話要幾千億甚至上萬億。市民心入面會有一把秤，你寧願賭錢入海搞啲未來幾十年都未必見到回報嘅大工程，都唔肯每年花嗰幾十億嚟維持長者嘅基本生活質素。呢種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點燈嘅感覺，先係公憤嘅源頭。再講，政府話要打擊長途車短搭，即係啲人明明搭幾個站，但偏偏上架長途巴士，搞到政府要補貼大筆差價。呢個問題存在咗好耐，但係政府嘅解決方法竟然唔係要求巴士公司搞好得分段收費，或者優化轉乘優惠，而係想直接喺長者身上攞錢。呢種做法喺普通市民眼中根本就係恰老人家。我哋試下從邏輯角度去分析，延遲改制或者維持現狀，係咪真係會搞到政府破產？其實如果真係要慳錢，大把地方可以慳。例如呢排成日講嘅簡約公屋，造價貴到離譜，又或者係一啲唔等使嘅諮詢委員會推廣活動，點解偏偏要喐呢個涉及幾十萬甚至上百萬人福祉嘅政策？而且2蚊優惠其實有好多隱形嘅社會效益，老人家多咗出街，身體健康啲，其實係減輕咗醫療系統嘅負擔。如果因為交通費貴咗，佢哋寧願屈喺屋企，最後搞到抑鬱或者身體機能衰退，政府喺醫療上面要使嘅錢，可能仲多過嗰幾十億補貼。呢啲數政府有冇計過？我哋再返去睇下中港車逆線嗰單嘢，其實兩件事有一種微妙嘅關聯，就係市民對政府管治能力同公平性嘅質疑。喺中港車問題上，市民覺得政府好似為咗搞大融合，對一啲違規行為或者唔完善嘅制度隻字唔提，甚至好似有某種優待咁。點解內地司機嚟到香港可以唔使經過嚴格嘅適應測試就上路？點解發生咗意外，大家嘅感覺係預咗會係咁？相反，喺面對本地弱勢社群同長者嘅福利時，政府就表現得非常精打細算，甚至可以話係刻薄。呢種反差令到社會積聚咗好多負能量。大家會覺得，點解守規矩嘅香港人為香港貢獻咗一世嘅長者，待遇反而不如一個初來報到，甚至連路都唔識睇嘅跨境司機？講返2蚊優惠嘅改制建議，而家坊間最多人講嘅係延遲執行。佢哋覺得，既然而家經濟環境咁差，股市、樓市都唔掂，基層市民生活壓力已經好大，如果你呢個時候仲要改福利，無疑係火上加油。最好就係至少延遲到2028年甚至更遠，等到經濟真係復甦咗，或者政府真係諗到一套更公平，唔係一刀切嘅方案先再講。有人提議可以將2蚊改為3蚊或者4蚊，聽落好似唔係加好多，但對一班每日要出入幾次嘅老人家嚟講，呢個係50%甚至100%嘅升幅。你試諗下，如果全香港嘅公務員減薪50%，佢哋會有咩反應？所以呢啲看似微小嘅改動，其實對受影響嘅人嚟講，衝擊係好大嘅。其實解決2蚊優惠開支大嘅方法唔係冇。第一係加強打擊濫用。而家雖然有樂悠咭，但係仲有好多唔合資格嘅人用長者卡，或者係一啲後生仔心存僥倖。如果執法嚴啲，罰款重啲，其實可以慳返唔少。
第二，最重要嘅係同公共交通營辦商講數。點解政府要全數補貼差價？巴士公司、地鐵公司年年賺大錢，或者至少坐擁大量資產，佢哋係咪應該負起社會責任，分擔一部分嘅優惠成本？點解呢啲賺錢嘅大財團唔使出錢，反而要政府用納稅人嘅錢去補貼，然後又話政府冇錢，要喺長者身上刮返嚟？呢個邏輯根本就係錯晒。我哋再深入探討下中港車嘅問題。其實呢單撞警車事件暴露咗習慣問題，係一個極大嘅安全隱患。內地係左軚，香港係右軚，呢個係物理上嘅差異。但更深層次嘅係駕駛文化。喺內地，有啲地方嘅駕駛習慣比較隨意，爬頭、切線，甚至喺鄉郊地方逆線，可能大家都見怪不怪。但香港係一個極度講求紀律同規則嘅地方，路面空間極少，容錯率幾乎係零。如果導航真係出事，咁導航公司係咪都要負責任？我哋見到好多案例，導航帶人行入樓梯，行入窄巷，甚至衝落海。但作為一個司機，你唔可以話因為導航咁大，所以我咁行。呢個係最基本嘅責任感。如果跨境司機連呢點都做唔到，咁香港嘅路面真係會變成戰場。講到尾，無論係2蚊優惠嘅改制，定係中港車嘅亂象，背後都反映緊一個問題：政策嘅制定係咪真係以民為本，定係只係為咗應付財政報表，或者係為咗完成某種政治任務？如果2蚊優惠真係改制，搞到一班老人家唔敢出街，社會嘅孤獨感會增加，基層家庭嘅負擔會加重，呢啲係咪政府想見到嘅結果？如果你話要延遲，咁延遲到幾時？有冇一個清晰嘅準則？例如話失業率低過幾多，或者政府盈餘去到幾多先再考慮？而家政府俾人嘅感覺係擠牙膏，今日放啲風，聽日試下水溫，搞到人心惶惶。而對於中港車，政府亦都應該有更積極嘅做法，唔可以只係話會加強宣傳，或者提醒司機。係咪應該規定所有跨境司機喺入境前必須要通過一個簡短嘅網上課程同測驗，確保佢哋真係識睇香港嘅路牌，知道香港嘅交通規則？如果發生逆線呢類嚴重違規，係咪應該即時吊銷佢哋喺香港揸車嘅權利，甚至列入黑名單？香港人好簡單，我哋要求嘅係公平同合理。老人家辛辛苦苦工作咗幾十年，交咗幾十年稅，到老咗想用2蚊搭下車去行下山，同朋友聚下，呢個要求過分咩？點解要將佢描述成一個財政黑洞？相比起嗰啲動輒幾百億嘅超支工程，呢啲錢真係花得好有價值。至於交通安全，更加係不容妥協。無論你係咩身份，無論你揸緊咩牌照嘅車，只要你喺香港嘅路面，就要遵守香港嘅法例。撞贏警車唔係代表你犀利，係代表個制度有漏洞，代表緊有啲人嘅安全意識低得令人恐怖。我哋見到社會上面對於呢兩件事嘅討論，其實係有一種共鳴。大家對2蚊優惠改制嘅公憤，同埋對中港車逆線嘅擔憂，其實都係源於對香港未來生活質素嘅焦慮。我哋唔希望見到香港變成一個老人家唔敢出街，路面又充滿危險嘅城市。講返嗰單車禍，當時個中港車司機落車之後，據聞仲係一臉茫然。佢可能真係唔知自己坐喺邊，或者佢覺得導航係咁大架禍。呢種茫然其實最恐怖，因為佢代表緊一種認知上嘅斷層。如果我哋唔填補呢個斷層，只會由得誤會同衝突不斷增加。同樣地，政府喺處理2蚊優惠上面，亦都有一種認知斷層。官員可能覺得加嗰1蚊幾毫，或者收返部分福利，只係數字上嘅改動。但係對於市民嚟講，呢個係一種背叛。你打破咗一個多年嚟建立嘅社會默契。有人話2蚊優惠改制係勢在必行，因為財政壓力真係好大。但係行都要行得有智慧。如果你一嚟就話要加價或者設限，肯定反彈大。
有冇諗過分階段？或者先從打擊濫用入手，再唔係鼓勵私人企業參與，例如大型商場或者連鎖餐廳，如果佢哋提供一啲交通補貼俾老人家，政府可以扣稅。方法總比困難多，關鍵係你有無心去保住呢份民心。2026年、2027年好快就到，呢幾年係香港轉型嘅關鍵期。我哋唔想見到社會因為呢啲民生細節而變得更加撕裂。無論係中港車嘅司機，定係制定政策嘅官員，都應該停一停，諗一諗。司機要諗下自己嘅責任，官員要諗下市民嘅感受。如果政府最後決定唔延遲改制，夾硬要喺呢個時間點對2蚊優惠動手術，我可以預言呢種公憤唔會輕易平息，佢會變成一種積壓喺心入面嘅不滿，喺其他地方爆發出嚟。而中港車嘅問題，如果唔從根源去解決，只會令到兩地矛盾進一步惡化。每一次逆線，每一次意外，都會被放大，變成大家攻擊對方嘅藉口。其實大家有冇諗過，點解2蚊優惠會咁成功？因為佢簡單，唔使計百分比，唔使分時段，就係2蚊。呢種簡單，就係老人家最需要嘅嘢。你一旦將佢複雜化，例如話頭3程2蚊，之後5折，或者繁忙時間4蚊，非繁忙時間2蚊，老人家個腦點轉得咁快？佢哋只會因為驚俾錯錢，或者驚俾人罰，而索性唔出街。呢個就係政策退步嘅表現。而中港車嘅導航問題，其實技術上完全可以解決。導航公司只要加一個香港模式，當偵測到車輛進入香港境內，就即時發出語音提示，你已進入靠左行駛區域，請注意路牌同單程路指示。咁樣係咪已經可以減少好多意外？問題係有冇人去做？講到呢度，我諗大家心入面都有一把尺。應唔應該延遲改制？我覺得絕對應該，甚至應該維持現狀，直到社會有充分嘅共識。而中港車嘅亂象，更加係要即時處理，唔可以等導航自動修正，更加唔可以等司機慢慢習慣。呢兩件事看似風馬牛不相及，但其實都反映緊同一個核心問題，喺追求發展、追求融合、追求財政平衡嘅過程入面，我哋係咪遺忘咗人嘅因素？係咪遺忘咗嗰啲每日喺街上面行緊嘅老人家，同埋嗰啲喺路面上面守規矩、求平安嘅普通司機？香港係一個高度發達嘅社會，我哋嘅文明程度應該睇現在我哋點樣對待弱勢社群，同埋我哋點樣維護公共安全。如果為咗慳嗰幾十億而搞到長者失去咗晚年嘅樂趣，或者為咗方便跨境往來而對路面安全隻眼開隻眼閉，咁樣嘅發展真係我哋想要嘅咩？嗰架逆線撞贏警車嘅中港車，可以話係一個黑色幽默，亦都係一個諷刺。佢諷刺緊一啲制度上嘅盲點，亦都諷刺緊一啲人對規則嘅漠視。而2蚊優惠改制惹起嘅公憤，就係一聲沉重嘅嘆息。呢聲嘆息代表緊市民對福利被削、對未來生活水平下降嘅恐懼。我真心希望政府可以聽下呢啲聲音，唔好淨係睇住啲財政報表，唔好淨係聽嗰啲所謂專家嘅意見。專家唔會每日搭巴士去買餸，專家唔會因為多咗嗰2蚊車錢而要諗過渡過。真正感受生活嘅係嗰啲喺街上面、喺巴士上面嘅每一位普通香港人。大家試諗下，如果有一日我哋嘅路面充滿咗唔識睇路牌嘅司機，而我哋嘅長者全部縮晒喺屋企唔敢出門口，咁樣嘅香港仲係唔係我哋熟悉嘅屋企？所以唔好當呢啲係小事。一單車禍可以攞人命，一個錯誤嘅政策改動可以寒咗成代人嘅心。我哋需要嘅係更加嚴謹嘅跨境駕駛監管，唔係一句習慣問題就可以推卸責任。我哋需要嘅係更加人性化嘅長者福利，唔係一句財政壓力就可以抹殺一切。其實講到尾，大家嘅要求真係好卑微。我哋只係想喺條路上面揸車揸得安心，行路行得放心。我哋只係想我哋嘅爸爸媽媽
爺爺嫲嫲可以開開心心咁用嗰2蚊去佢哋想去嘅地方，見佢哋想見嘅人，就係咁簡單。如果連呢啲簡單嘅願望都保唔住，咁我哋口中成日講嘅幸福感到底由邊度嚟？2蚊優惠改制真係要三思而後行，最好就係延遲，甚至係擱置改落方案。而對於跨境車輛嘅管理，一定要下重藥，唔可以再等下一單逆線撞警車發生。講咗咁多，唔知大家點睇？你覺得2蚊優惠應唔應該改？定係你覺得中港車嘅問題其實有更好嘅解決方法？呢啲問題其實同我哋每一個人嘅生活都息息相關。呢個社會需要更多嘅討論，更加需要政府真正嘅承擔。唔好將責任推俾導航，唔好將財赤歸咎於老人家。只有正視問題嘅根源，香港先可以繼續做一個安全、溫馨、有情懷嘅城市。呢排大家出街真係要小心啲，見到中港牌或者見到啲行得奇奇怪怪嘅車，避之則吉。而對於2蚊優惠，我哋要繼續發聲，話俾政府聽，我哋唔係反對慳錢，我哋係反對唔公平、唔合理嘅慳錢方法。希望下次再同大家傾呢類話題嘅時候，我哋見到嘅係一啲進步，而唔係更多令人搖頭嘆息嘅荒唐事。香港係大家嘅，每一條路、每一架車、每一份福利，都值得我哋去關心、去守護。大家一定要保持冷靜，但亦都唔好失去對不公義事情嘅憤怒，因為呢種公憤，正正係推動社會進步嘅動力。無論係路面上嘅安全，定係民生福利嘅保障，都需要我哋每一個人去爭取。唔好俾嗰架逆線嘅私家車撞散咗我哋嘅信心，亦都唔好俾嗰幾蚊嘅加價磨滅咗我哋對呢個城市嘅歸屬感。我哋要嘅係一個講道理、守規則、有溫情嘅香港。既然講到呢度，我諗大家對成件事嘅脈絡應該都清楚晒。如果你問我個結論係乜，我覺得結論好簡單：尊重規則，尊重市民，尊重呢個城市多年嚟建立嘅核心價值。無論係2蚊定係一條單程路，背後代表嘅都係一份責任同承諾。政府官員口口聲聲話要說好香港故事，但如果連呢啲最基本嘅民生同安全問題都搞唔掂，個故事點樣講得好聽？真正嘅好故事唔係靠廣告，係靠市民嗰份發自內心嘅安心同滿意。所以我哋會繼續關注呢兩件事。2蚊優惠究竟會唔會延遲？中港車嘅監管會唔會加強？我哋拭目以待。但我相信，只要大家繼續發聲，政府就唔可以當聽唔到。因為呢啲唔係一個銀幕上面嘅數字，而係活生生嘅人命同生活。